歡迎嚟到基督化管理教室第一個系列嘅第20集，亦都係最後一集。我係呢個系列嘅老師 Anisa。上集係應用上帝仍在管理嘅第一步，實踐基督化管理嘅母子經，從讓上帝管理我嘅個人管理開始，以上帝為首，取代以我為先。唔好睇開上帝，佢喜歡參與我哋嘅個人成長，顧及我哋嘅需要。我哋係會喺佢計劃、組織、協調、監控、評估、決定同重讚裏邊。呢個管理嘅理念咧，帶俾我哋個人、家庭一個公共嘅見證，榮耀上帝。大家去聽呢個系列咧，可能一直都係等待緊一啲好實用對策，處理日常管理嘅問題啊，解決方法。去到呢一集咧，我哋講使用上帝嘅管理，完成管理上帝嘅工作。可能你覺得為難同失望，仍然係毫無頭緒，仍覺得係陌生。可能咧苦惱浪費咗時間，唔知需要多少時間先可以即係應用得到，得心應手。喺管理上邊咧係再沒有難題。我好明白實用主義，受到工作問題困擾，想揾一個一勞永逸嘅方法，但係有人嘅地方就有問題。機場同禾場，另外就有職場都係一樣嘅。信徒遊走兩種或者多種嘅管理理念、文化、思維或者操作。我講緊呢一個咧，係針對緊一個長遠又真實嘅理念方案。對於信徒嚟講，一個徹底嘅方法就係將核心返回上帝，因喺佢裏面咧係冇難成嘅事，投放在不變嘅上帝，才可以應變萬變嘅問題同埋困難。呢套嘅觀念理念咧，本來就係上帝嘅祝福。聖經記載佢俾嘅標準同埋例子。總結呢個系列，鼓勵大家自己親身向上帝查問佢嘅管理理念同埋內容，持續去信靠佢，讓上帝管理自己，自然地係用管理佢嘅事。聖經嘅資料同智慧真係好豐富，足夠我哋用。最重要係聖靈嘅指引，上帝仍在管理我哋。好，我哋嚟個快速回顧。呢20集唔係我個創作，全部都係聖經而嚟。雖然喺20多年前，因為上帝嘅呼召就開始，但係上帝仍在指引、帶領同看守。正如佢親自教導該人、約瑟、摩西、約書亞、約拿、但以理、耶穌基督、保羅同彼得等等。上帝係插手改變我原有現代嘅管理觀念，而家係走進咗他管理我個旅程，即係讓上帝管理我呢個跑道。咁我到出版啊、製作啊，跟住咧佢俾我睇到個地圖，一一嘅去到現在。上帝仍在管理，信上一個核心價值，以神為本 God-centeredness， 所有侍奉者嘅唯一。以神為本嘅管理4個原則支柱。以神為本係上帝獨特嘅主權嘅位置，受託職分係僕人嘅定位、態度同身份，屬靈恩賜係上帝賜給僕人嗰個能力、支援同禮物，以及屬靈生命係上帝與人嘅連結，基督徒靈命持續成長嘅底蘊。呢4個原則係嚟自創世記第1章嘅。以神為本嘅管理7項應用概念同元素：計劃 planning、組織 organizing、協調 coordinating、監控 controlling、評估 evaluation、決策或者做決定 decision making 同埋重讚 praising， 好似係循環不斷嘅穿插緊扣嘅，嚟自成本聖經。上帝使用聖經嘅作者敘述咁點樣去管理同埋教導管理。呢套管理嘅理念嘅真正意義，同我哋出生已經接觸同承接家庭、文化同教育管理嘅概念同模式，同到現代嘅企業同工作真係有好大嘅分別。上帝嘅管理唔係為結果而存在，而係信仰嘅價值觀、理念同行動嘅本身。將管理睇為技巧同工具，達成目標同流程係可以嘅，作為輔助完成宣教使命。因為踢走咗上帝，唔讓佢參與同供應係有問題。從上帝而來嘅管理唔係工具，係上帝嘅自己習慣。參與佢嘅管理就係佢嘅助手，一個不一樣嘅關係，專心依賴他。作為僕人，不必只係仰賴自己嘅聰明同埋專業知識。上帝賦予咗我哋經驗，
供應同埋培訓之外，還有嚟自佢特有屬靈恩賜同資源嘅能力，佢供應同埋陪伴。我哋點樣可以確立自己冇過度去仰賴呢啲工具被牽住走，甚至視為核心變成心中嘅偶像呢？上帝嘅位置喺邊度？上帝嘅創造冇上帝嘅主權掌控，以神為本就變成冇意義啦。大誡命、大使命仲有咩意義呢？上帝嘅管理，以神為本嘅管理，以至基督化管理，啲上帝管理我同上帝管理嘅計劃嘅本意，唔係讓教會運作更順利、有秩序或者冇問題，反而喺審視嘅過程，見到人嘅罪性同埋發現現況嘅衝擊，教會或者個人嘅危機或者個腐爛盡在眼前，或係初型嗰個腐爛，或者係已經爛透，或者係長期被遮蓋到無法挽回。解決問題係有心理準備變革。上帝最在乎佢自己嘅教會，信靠只能係使用佢嗰個標準。我哋唔好忘記上帝管理係動態，而且係持續嘅。佢個行動係包括拔出、拆毀、毀壞、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當教會或者個人嘅生命存在腐爛，上帝嘅拔出呢個屬靈生命嘅成長嘅根嚟處理，係佢嘅愛同看守。喺上帝嘅眼中，我哋同教會嘅屬靈生命成長係極為重要嘅。佢先係主帥，打呢一場嘅屬靈爭戰。我哋要保持敏感度，目標係從屬乎血氣歸回屬上帝。喺教會同侍奉中已經遇到各款嘅腐爛問題，點樣先可以認出嚟？用咩方法拔出？有把握拆毀、毀壞、傾覆、建立、栽植呢？到另外一個方面，喺管理旅程唔係想搶住上帝嘅榮耀，但總會諗到自己會得到啲咩嘢，想到得到主人嘅讚許同評語。如果唔承認係受託僕人，主人點可以送上你遵行主道係忠心又良善嘅受託僕人？耶穌基督講解天國同為主人看管比喻嘅管理例子，馬太福音嘅25章14至30節，忠心又良善嘅標準係按才幹受託嘅比喻，主人對僕人嘅評估。忠心係指僕人實踐受託嘅職分，以上帝為中心完成使命。良善反映屬靈生命成長同嗰個屬靈果子嘅生長。惡僕失敗嘅原因係在於佢心裏籌算自己嘅道路，恐懼同埋懶惰，違反咗受託嘅職分嘅態度，冇遵行主人道路。由個人讓上帝管理，用上帝嘅管理佢嘅事工。呢啲係藉管理獻上自己個主權同生命做祭物，唔係因做而做到死。獻上自己當作活祭嘅見證，係見證基督最終嘅目標。申命記30章20節，因為他是你的生命。我哋找緊上帝，他是我哋嘅生命。呢份嘅找緊上帝係將我哋嘅能力、時間、心意獻上，完成上帝嘅計劃，以心靈誠實敬拜上帝，與上帝連結。是否接受上帝有管理和佢嘅管理各樣內容，係時候諗下係咩內容。喺信徒工作同家庭未必立刻使用，因為身處嘅環境未必有相同嘅信仰同價值觀。但喺教會係上帝嘅禾場或者係機場，上帝嘅計劃同事工係咪上帝嘅管理呢？過去未認識呢方面，唔選擇係情有可原嘅。現在你會點樣去揀呢？始終呢20集合共就唔超過5小時嘅講解，好有限。大家完成由上帝仍在管理至到基督化管理嘅大概綱領，提出嘅經文都未能夠好詳細嘅討論，更遑論去談及即時扭轉一啲畸形嘅管理常態，例如好似以馬門同埋財富做主人。讓聖靈去使用聖經同呢個系列，我哋俾自己空間同時間，一一去回答我俾大家20集嘅60條問題。盼望各位嘅核心價值、對上帝嘅核心地位、自己站喺交託嘅位置、屬靈恩賜同屬靈生命等等，讓上帝嘅靈動工，或者係尋找屬靈導師或者靈命嘅督導同行幫助，對上帝嘅敏感度同埋個認識加增。盼望喺每天嘅決策
行動同侍奉裏心口合一嘅宣認耶穌基督係主，歸榮耀俾父上帝。不單喺管理嘅課題上邊，以神為本，遵行主道，福音傳開。上帝使用我哋嘅生命，成為佢忠心又良善嘅受託僕人，一同習慣上帝管理天國嗰個永恆嘅情況。留言俾我，希望繼續製作更多基督化管理教室嘅系列俾大家。再見。